人哋話人老有三怕，第一怕就係跌親。以前我總覺得跌親算咩啫，拍下啲塵企返起身咪得咯，大不了捽兩下。黐塊膏藥，後生嗰陣我哋喺片場走嚟走去，跟住劇組去南斯拉夫、去非洲、去嗰啲山高水險嘅地方取景，邊日唔跌幾跤㗎？嗰陣時嘅骨頭係軟嘅，係有彈性嘅，跌落地皮粗肉厚，第二日照樣生龍活虎咁食一大碗叉燒飯。直到前嗰排我自己狠狠咁跌咗一鑊，我先至明個天收返你副身家嗰陣係唔會同你打招呼嘅。嗰日嘅事其實好平常。我喺屋企見到我太太唔小心就嚟跣倒，我下意識咁本能咁衝過去想扶住佢，個腦入面嘅指令係發咗出去啦，但係身體嘅齒輪早就生晒青，跟唔上噶啦。結果就係唔單止扶唔住佢，連我自己都成個趴咗落地下。好應嗰一瞬間，我聽到條骨斷裂嘅聲好清脆，好似有支枯枝俾人硬生生抌斷咁。跟住就係劇痛，痛到差啲唞唔到氣，救護車、急症室，然後就係漫長難捱嘅醫院生活，攤喺病床上面嗰啲日子，望住白冷冷嘅天花板，聞住嗰浸攻鼻嘅消毒藥水味，我真係百感交集。你睇住姑娘日日嚟同你量血壓打針，睇住自己連翻個身都要人幫手，嗰陣時你先至真正深切咁意識到，原來呢副臭皮囊係真係會過期㗎。跌親排喺第一怕真係名副其實，我而家都怕啦。呢種怕唔單止係怕個身痛，更加係怕嗰種無力感，怕嗰種瞬間冇晒生活自理能力嘅無助。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屋企嘅長輩都有過類似嘅經歷，或者你好理解呢種無力感，可以喺評論區打出深有體會4個字。我哋大家喺評論區互相抱團取暖吓，但係呢，驚還驚，日子都係要過噶。好多老人家自問結結實實跌過一鑊之後，個魂魄都嚇到冇咗一半。從此之後大門唔出，二門唔攞，日日屈喺屋企，連落樓去公園散個步都唔敢驚死再跌多次。結果點呢？越唔喐，啲骨越脆越驚跌，身體機能冧得越快，咁就變咗一個死循環。我蔡生就偏偏唔信呢個邪，我將嗰間住咗幾十年嘅舊樓賣咗。點解要買？間屋太大，周圍都係台階同門甩，對我而家嘅身體嚟講，嗰啲曾經溫馨嘅角落，而家都係潛在嘅危險。更加重要嘅係，間屋積埋太多舊嘢，太多回憶。人老咗，唔可以成日俾過去拖住走。我索性搬咗去一間酒店長住。嗰間酒店嘅位置好到絕，窗外就係維多利亞港。我日日坐喺窗前，望住個海面啲船，來來往往望住香港嘅日出日落，個心豁然開朗。我請咗幾個專業嘅護工，日日推住我坐住輪椅，四圍去食好嘢。對腳係唔方便啦，行動係受限啦，但係又點樣啫？我條脷又冇跌壞，我個胃仲喺度叫寵住要享受美食做人啫。最緊要係開心，順其自然。跌親係生理上嘅一次重創，佢毫不留情咁提醒你，你老啦，你要認老，行路要慢，拐杖該用就用，輪椅該坐就坐，呢啲冇咩好吊架嘅。但係認老絕對唔代表你要向生活認輸，坐住輪椅去食碗熱辣辣嘅雲吞麵，個味道同企喺度食係一樣咁鮮美嘅。只要你仲有一口氣喺度，就要將呢口氣活得漂漂亮亮。講完呢個辣達烈烈嘅第一怕，今日我想同你哋深入傾下嘅，唔單止係跌親，人老咗，仲有第二怕同第三怕呢兩樣嘢，平時根本冇人喺意，後生仔覺得係微不足道嘅小事，甚至好多老人家自己都踩咗入好大嘅誤區入面。但係呢個第二怕同第三怕，對我哋呢啲老嘢嚟講，一樣係分分鐘攞命嘅，甚至比跌親仲要攞命。我哋先講下呢個第二怕呢件事，同個天俾我哋最大嘅享受有關，就係食。你哋一定覺得奇怪，食有咩好驚啫？我菜餸食咗成世，唔通老咗反而驚食？唔係驚食，而係驚食得唔好帶嚟嘅災難。喺食呢方面，老人家面前橫蝦住兩道極其兇險但又隱形致命嘅餡。
第一道坎就係毒親，冇錯，你冇聽錯，就係毒親咳。後生仔飲水綠到劇咳兩聲，塊面谷到紅晒，旁邊啲人笑下拍下背脊，過咗就算當笑話。但係老人家如果食嘢綠親，尤其係飲湯食流質嘢食嗰陣，絕對唔係講玩㗎。喉嚟嘅肌肉鬆弛咗，吞奶神經遲鈍咗，一個唔小心，食物殘渣或者湯水冇跟住食到落個胃度，而係滲咗入氣管跌落個肺度，咁就會引發極其嚴重嘅吸入性肺炎。喺醫院度，我見過太多咁嘅例子，幾多平時睇落好硬淨嘅老人家，因為一啖水、一啖粥透親，接連發高燒、肺部感染，最後入咗深切治療部，再冇出返嚟，唔係病死嘅，係毒死嘅。你話冤唔冤？如果你屋企有長輩，你一定要留意佢哋食飯嗰陣係咪成日咳。如果有，請喺評論區打出注意安全，互相提醒下。呢個真係唔係小事。點解我話呢個度親極其得人驚？因為除咗佢帶嚟嘅直接生理危險，佢仲會一啲一啲咁摧毀一個人嘅意志，搣住一個人嘅尊嚴同快樂。大家諗下，如果有一日我蔡醉坐喺餐台前面，對住一碟肥瘦相間、燒到邊邊少少爛、閃住琥珀色光澤嘅極品肥叉燒，或者係嗰碗淋咗豉油、標住香氣嘅豬油撈飯，我明明聞到流晒口水，但係因為驚吞唔落、驚毒親氣管而唔敢揸筷子，甚至到最後為咗安全護工，只可以將呢啲人間美味全部擺落攪拌機度，打成一大坨灰爛爛，睇唔出本來樣嘅糊仔，然後攞住匙羹味我吞落去。如果真係去到嗰一日，連咀嚼嘅快感連品嚟食材，原本質感嘅樂趣都被剝奪咗，咁呢種苟延殘喘嘅生存，仲有咩人生樂趣可言？生命就變成咗一部淨係為咗維持指標運轉嘅機器，鐵底冇晒色彩。所以我不嬲話食嘢，對於老人家嚟講，慢啲、專心啲係保命嘅法則。只要你棚牙仲識咬，你個喉嚟仲識吞，你仲品埞得出酸甜苦辣，好壞優劣，你生命嘅火苗就仲喺度熱烈咁燃燒緊。但係世事往往就係咁，因為驚第一道坎嘅勞親，好多人不知不覺就跌咗落第二道坎嘅森林，亦就係第二怕入面最核心，亦最俾全人類忽略嘅身體絕症，怕瘦得太快，冇力冇型。呢個第二怕，90%嘅人都唔在意。而家社會上流行一種極其荒謬嘅觀念，甚至好多老人家自己都當佢係金科玉律，誤以為老嚟瘦就係長壽。呢個係大錯特錯，方天下之大。好多人覺得人老咗第二怕係怕生大病、怕生癌，其實唔係，人老第二怕係靜雞雞咁冇晒力，偷偷地咁甩肌肉。而家醫學上同呢個現象起咗個名叫肌少症。我發現好多老人家年紀一大就開始主動咁食少啲，甚至係專登節食。佢哋驚油枯、驚膽固醇、驚三高，覺得食齋食得越清淡就越施養生。嗰啲所謂養生專家今日話你知肉唔可以食，聽日話你知油唔可以掂，後日又話米飯係毒藥。老人家聽到心驚膽戰，日日就食白眼菜、豆腐白菜、清湯寡水，以為自己咁樣係修身養性、延年益壽。我蔡進呢世人行遍天下，食遍四方，咩山珍海味我未食過，咩街頭小食我未試過。我睇人睇咗幾十年，睇得最清楚嘅一點就係，老人家最怕嘅絕對唔係食肥，而係莫名其妙咁消瘦，係嗰種由頭到腳揾唔到一丁點力嘅發軟。朋友，你哋仔細諗翻身邊嘅長輩，如果你贊同我嘅觀點，覺得老人家應該好好食飯嘅，請喺評論區打出好好食飯4個字。我見過唔少真正嘅長壽長輩，80、90歲啦，餐餐唔理肉，甚至仲中意食嗰啲肥肉，飲啲小酒。你睇下佢哋體態飽滿，面色紅潤，行起路嚟虎虎生風，對眼度都透住光，有精神。點解？因為佢哋食得夠本，身體入面有底子。你再反觀嗰啲專登節食、日日食得清到冇味嘅老人，表面睇哎呀好清瘦好苗條，血壓指標可能都好靚仔，但實際呢，弱不禁風。
皮肉鬆泡泡，好似漏咗氣嘅波咁，手腳發軟，連擰條毛巾嘅力都冇。稍為吹一陣涼風，即刻就感冒。稍為行多2步路，就唞氣唞到停唔到，疲冷不堪。呢種愁根本唔係清爽，而係虛弱，唔係健康，而係透支。我哋要明白一個極其重要嘅道理，肌肉先至係我哋老年人對抗歲月、對抗意外嘅最後一道盔甲。你後生嗰陣靠骨骼、靠關節支撐身體，老咗之後骨質疏鬆啦，關節磨損晒啦，你靠咩支撐？就係靠肌肉。肌肉充足，你啲骨先至有支撐，你嘅氣血先至有依託。就算你真係好似我咁遇到第一怕，唔小心跌親撞親一下，如果你個身有足夠嘅肌肉，佢就可以俾到你緩衝，俾你保命嘅底氣，骨折嘅機會都會大大降低。一旦你嘅肌肉大量流失，成身發軟，嗰個人就鐵底空晒，就好似一間屋承重牆都俾人抽走咗，睇落仲喺度，稍為遇到啲風雨就冧晒落嚟。肌肉一冇，唔單止容易跌親，你嘅免疫力、你嘅精氣神都會跟住一鋪清袋冧晒。而家好多老人家去到晚年百病重身，今日呢度痛，聽日嗰度住院，其實追根溯源，根本唔係得咗咩了不起嘅大病，而係長期以嚟食得太少，營養唔夠，氣力不足。你嘅身體就好似一架仲行緊嘅老爺車，你連油都唔同佢入夠，冇足夠嘅能量去滋養佢，佢點頂得順漫長歲月嘅消耗呢？我一世人主張好好食飯，而且我最憎嗰啲勸人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嘅寄養生。我主張食，唔單止係因為我貪圖口腹之受，更加係因為我深知食嘢養人，煙火續命嘅硬道理。老人家當然唔需要好似後生仔咁暴飲暴食，唔需要日日大魚大肉食到滯，但係一定要食得豐富，食得有營養。肉蛋果蔬必須合理配搭，豬肉入面嘅脂肪，牛肉入面嘅蛋白質，深海魚入面嘅營養，嗰啲都係大自然產俾我哋維持生命運轉嘅燃料。你要記住，好好食飯，將啲氣力實實在咁食入個身體度，令個身有肉，令手腳有力，呢個先至係最高級最使得嘅養生。與其日日食嗰啲昂貴嘅保健品，不如去街市買塊靚五花腩，盛一煲香噴噴嘅紅燒肉，嗰一啖咬落去，油脂喺嘴裏面化開嘅滿足感，唔單止能夠滋養你嘅肉體，更能夠極大咁撫慰你嘅靈魂。所以千祈唔好俾嗰啲所謂嘅清淡養生呃到老咗，該食就食，該飲就飲，留住你身上嘅肌肉，就係留住咗你生命嘅盔甲。呢個第三怕比跌親同冇力攞命10000倍，佢唔會令你嘅肉體流血飆汗，佢亦唔會令你即刻入院，但佢會靜雞雞咁直接殺死你嘅靈魂。呢個第三怕就係對呢個世界徹底失去好奇心，思想生退。我呢世人見識過形形色色嘅人，我見過好多同我同輩嘅阿伯阿婆，甚至有些比我仲後生10年嘅人，啱過60，啱退休，成個人就好似漏氣嘅波咁，瞬間就扁晒。你去睇佢哋每日嘅生活極其規律，但亦都極其死水一潭。佢哋日日坐喺公園張長崖喺度，或屈喺屋企睇嗰啲翻來覆去重播嘅舊電視劇。新出嘅電子產品，佢哋連掂都唔願意掂，頂頭擺手話：哎呀，太複雜啦，我老喇學唔識㗎。新開嘅餐廳，你請佢去試下新嘢，佢猛搖頭。出邊嘅嘢唔乾唔淨，都係我喺屋企煮嘅白麵條好食。你同佢傾下，而家後生流行嘅嘢，佢滿臉不屑，開口埋口就係。而家啲後生啊，真係唔掂。諗翻當年我哋嗰陣，你哋發現未？呢種人嘅時間，其實喺某一個時刻就已經徹底停止咗。佢哋雖然仲係按時食飯、按時瞓覺，個鼻仲唞緊氣，個心仲跳緊，但係從精神層面嚟講，佢哋其實已經行咗啦。佢哋將自己活成咗一座孤島，主動切斷咗同呢個鮮活世界嘅全部聯繫。如果你身邊都有呢種成日抱怨、拒絕接觸新事物嘅老人，或者你自己有時都會浮起我都呢把年紀咯，仲搞咁多嘢做咩嘅念頭，請你喺評論區打出拒絕生插4個字。
我哋要互相提醒，千祈唔好俾自己跌落呢個思維嘅墳墓度。點解我會覺得思想生賊咁得人驚？因為人之所以為人，就係因為我哋有個識思考、識感受，會對未知事物感到興奮嘅大腦。如果你連好奇心都冇埋，咁同舊擺喺牆角嘅石有咩分別？講到呢度，我就不得不提下，我嗰班已經去咗另一個世界嘅老朋友。以前人哋叫我哋香港四大才子，查生、金庸、黃龍、倪匡，仲有我。而家佢哋三個都早早地過咗去嗰邊打麻雀，剩翻我一個老嘢仲喺度飲茶。以前我哋四個人聚埋一齊飲酒傾偈嘅時候，直頭係天馬行空，乜都傾，傾外星人，傾武俠，傾靚女，傾呢個世界上稀奇古怪嘅美食。我哋從來唔覺得老係一件幾得人驚、幾沉重嘅事。點解？因為佢哋每一個人嘅個腦到死嗰一刻都係鮮活嘅，都係轉得鬼咁快嘅。黃龍嗰個腦減痛，去到晚年個身體已經好差啦，但你每次見到佢，佢都仲係哈哈大笑，精神百倍咁同你講。佢最近又諗到啲咩寫歌嘅靈感，鬧起人上嚟，依然係金句頻出，中氣十足。佢嘅肉體喺度衰敗，但佢嘅靈魂一直喺度跳舞。再講下倪匡，倪匡走嗰陣吞脱到不得了。佢晚年嗰陣對腳都唔係好靈光，有好多病痛，但佢每日最大嘅樂趣就係喺屋企上網睇各種稀奇古怪嘅新聞，研究電腦程式。佢對自己要離開呢個世界冇一啲啲恐懼，佢甚至笑騎騎咁同我哋講，佢呢個唔係死咗，佢係要去見外星人啦，佢要去另一個維度探索宇宙嘅奧秘啦。你聽下，呢個係何等嘅通透！個天可以攞走倪匡嘅健康，攞走佢嘅體力，但個天攞唔走佢個腦入面嗰片浩瀚無垠嘅宇宙，攞唔走佢對未知嘅狂熱好奇。查生都係一樣，佢晚年雖然說話唔多，但佢一直喺度睇書，一直喺度思考，一直喺度修改佢嘅武俠小說，試圖將每一個人物嘅命運都打磨到極致。睇住佢哋一個個離開，我悲傷嗎？當然悲傷。但係我喺悲傷之餘，更多嘅係敬佩。佢哋用自己嘅一生話俾我聽一個道理：肉體嘅衰老係不可抗拒嘅，但思想嘅老化係你自己揀嘅。好多老年人成日抱怨社會拋棄咗佢哋，抱怨後生仔唔帶佢哋玩。其實根本唔係呢個社會拋棄咗你，係你自己早早咁將道大門閂埋，仲加咗幾把鎖，係你自己拋棄咗成個世界。世界每日都喺度變，每日都有新鮮嘅事發生。而家嘅科技幾發達，有咗智能手機，有咗各式各樣嘅社交軟件，有咗人工智能。好多老人家將呢啲嘢當成洪水猛獸，覺得呢啲嘢害咗啲後生，但我偏唔敢諗，我就要去學。所以你哋睇我一個80幾歲嘅老嘢，連路都行唔係幾穩啦，但我仲喺度搞 YouTube，仲喺度對住鏡頭同你哋呢班天南地北嘅朋友傾偈。我甚至仲會去研究 AI 點樣幫我整理文案。點解？因為我覺得好玩啊，我覺得好有趣。我想知而家後生仔個腦度究竟喺度諗緊乜？我想知呢個世界又進化到邊一步？如果你覺得好似我咁80幾歲仲喺度堅持學新嘢，保持好奇心嘅態度都算唔錯。請喺評論區同我打個支持，或者打出永遠年輕4個字，算係俾個老嘢我少少鼓勵，亦都同你哋自己打打氣。好奇心就係人生最好嘅防腐劑，只要你仲願意揭開一本從來未睇過嘅書，只要你仲願意去街角嗰間新開嘅外國餐廳點一道你連名都唔識讀嘅菜，只要你就算手震震都願意喺手機度學點樣剪條短視頻 send 俾你個孫睇，只要你仲對聽日太陽升起後嘅事抱有一絲期待，你就永遠係個後生仔。你嘅皮膚可能全部係皺紋，你嘅頭髮可能白到發光，你棚牙可能甩得七七八八，但你嘅靈魂依然係個充滿活力嘅少年。所以呢個第3 part 歸根到底係怕我哋自己放棄咗自己。今日我將我心入面呢3 part毫無保留咁拎出嚟講俾你哋聽。
唔係為咗製造焦慮，更加唔係為咗令大家覺得人生遲暮有幾咁悶慘。啱啱相反，我係想話俾大家知，既然生老病死係我哋每個人都避唔開嘅劇本，咁我哋點解唔將啲山戲唱得更精彩啲呢？跌親咗又點樣？換張有辣嘅棋，我照舊可以去食遍天下。肌肉流失咗又點樣？只要仲未禿死，我就食多幾啖紅燒肉，飲多幾碗濃湯，將啲氣血補返嚟。至於思想盛齊，嗰個就更係主動權，完全喺我哋自己手裏嘅事。人生就好似一場盛大嘅宴席，有啲人食咗一半，覺得後面啲菜肯定唔好食，就提早放低筷子，坐喺度均等散場。而有啲人就算食到最後一道甜品，就算牙口唔好啦，都要細細品，嚟入面每一絲甜味唔到，主人關燈絕不離席。我蔡順就係要做到呢第二種人。人老有三怕，實不相分。呢三怕我而家都怕，畢竟我都係個凡夫俗子。但係喺呢三怕之上，我仲有一件更怕嘅事，就係怕活得冇意思，怕活得唔夠本。相比平平淡淡、無知無覺咁活到100歲，我更願意喺有限嘅歲月入面，每一日都活得熱氣騰騰。就算聽日就要離開，今晚呢餐飯我都要配返杯好酒，食得滋味。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我呢個老嘢講嘢都算幾有意思，冇白白嘥你10幾分鐘嘅寶貴時間。如果你都認同我呢種對生活嘅態度，記得喺影片下面點個讚，然後訂閱我嘅頻道。我會喺以後嘅日子多啲同你哋分享一啲關於食、關於飲、關於點樣喺呢個紛繁複雜嘅世界入面揾啲樂子、揾啲開心嘅真實感受。我都非常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同我多多交流，話俾我聽你而家處於人生嘅咩階段？你或者你屋企嘅長輩目前最怕嘅係咩？我哋喺評論區度暢所欲言，我唔一定每條都回，但我一定會每條都認真睇。好啦，今日吟沉沉講咗咁多，都係時候唞下啦。而家出邊嘅天色都夜啦，我個肚裏邊嘅蟻蟲又開始叫。護工已經推住張輪椅喺門口等我啦。今晚聽聞有間好唔錯嘅潮州菜，有我最中意食嘅凍馬魷魚同提水鴨肝。各位朋友，唔理你遇到咩煩心事，唔理你而家係後生定係老去，聽我一句勸，天咁大嘅事，都不如去食餐好嘅先，將個肚填飽咗，將啲力儲足咗，再難嘅坎，我哋都能夠笑住跨過號去食餐好噶啦。各位，祝你哋胃口常開，永遠充滿好奇心。我哋下期再見。